大家好，我係校園小記者李子晴。今日好高興可以邀請到五勇班陳新穎同學同埋李卓軒同學。今年係140週年運動會，我想問你哋有咩感想啊？咁當然係又緊張又開心啦！唔知我今年可唔可以攞到冠軍呢？今年係140週年，我一定要好好享受今一日。我當然都好開心好緊張，因為今年係學校嘅生日會，而好難得有可以有咁大嘅運動會。我見到你哋個帽好似好靚喎，我想問你哋係點樣整㗎？其實呢，我係由140週年呢個概念去拼貼而成嘅。我呢就係用硬卡紙同埋5粒嘅標誌去組成。多謝，我哋嘅訪問嚟到呢度，多謝晒。大家好，我係校園小記者張敬優。今日我哋非常之榮幸可以邀請到家庭教師會嘅主席施先生。我想問下咧，你對於即係今次整體上嚟講，你係喺呢個運動會裏面係擔任一個可以幫助啲咩嘅角色咧？我係擔任頒獎嘉賓嘅，係。咁其實都係即係嘉賓真係非常之厲害啦。咁我想問下你對於今次整體上同學運動即係目前嚟講同學運動嘅表現，你覺得係如何咧？大家好盡力啊！不論係呢個參加田項競項啦，或者啦啦隊啊，你見後邊都話好踴躍啊！大家都係咁，我想問你對於目前上嚟講，成個運動會俾你嘅感覺係如何？係熱烈啊，定係會係點呢？十分之熱烈啦，因為今年仲要係140週年啊，咁所以呢，大家都好投入啊！不論係所有參與嘅崗位啊，大家都好盡力去打氣啊！係嘅，咁多謝晒施先生接受我哋嘅訪問，多謝晒。